一個曾經稱霸全球嘅日不落帝國，今日住喺呢個島上面嘅人民咧，對自己個國家嘅過去究竟有幾多認識呢？英國嘅教科書究竟係點樣去演繹殖民主義、奴隸貿易同埋資源掠奪呢啲極之唔光彩嘅黑歷史呢？喺官方嘅歷史敘事入面，英國往往將自己包裝成為文明嘅傳播者，為咗呢個世界帶嚟鐵路、法治同埋自由貿易。但係喺呢一個光環嘅背後，嗰啲靠剝削累積翻嚟嘅資金，對於殖民地平民嘅武力鎮壓，喺教科書入面好多時都只係被一句功過相抵輕輕帶過，甚至徹底抹走。到底呢一種極度失衡嘅官方劇本係點樣構建出嚟嘅呢？英國嘅下一代到底係讀緊一本點樣嘅歷史書呢？歡迎嚟到半夜講歷史，我係 Philip。我嘅 channel 係致力於用教科書以外嘅角度，同大家一齊重新發掘歷史嘅真相。有興趣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啊！今集我哋一齊揭開英國官方教科書嘅秘密。要搞清楚英國官方係點樣去洗白殖民史嘅，我哋唔可以單方面去怪責某一本教科書，因為呢一個係一個長達幾十年經過精心設計嘅一個教育套路。我哋可以將英國歷史教育嘅演變劃分做3個主要嘅階段嚟拆解。你會發現啦，教科書最厲害嘅招數，從來都唔係直接講大話，而係選擇性失明同埋轉移視線。首先第一階段啦，1991年之前，當時英國咧都仲未有一個統一嘅教學大綱嘅，好多學校都會採用一種叫做 Our Island Story， 我哋嘅島嶼故事嘅一個歷史觀。當年嘅教科書係點樣教嘅呢？佢哋會將英國描繪成為一個偉大嘅小島，靠住無敵嘅海軍同埋工業革命，將文明、法治、鐵路同埋自由貿易帶俾全世界1/3嘅人口。聽落係咪覺得好光榮、好偉大呢？但係呢一個偉大神話背後，教科書刻意抹走咗啲咩呢？我喺度會舉2個爭議性比較大嘅例子。第一，愛爾蘭大饑荒 （Irish Potato Famine），佢係發生喺1845年至到1852年嘅，當時死咗足足100萬人。教科書通常都會將佢歸咎於薯仔枯萎病，當係一場天災就算啦。但係事實係咩呢？喺饑荒死人死得最嚴重嘅時候咧，英國政府依然派軍隊強行將愛爾蘭生產嘅小麥同埋肉類押送出口去英格蘭。呢一種帶有系統性人口迫害嘅人禍喺教科書入面咧被完美淡化。最諷刺嘅係咧，當時嘅愛爾蘭喺法律上面係大英帝國神聖不可侵犯嘅領土。換句話說，當教科書教緊大英帝國點樣將文明帶俾全世界嘅時候，倫敦政府其實係眼白白睇住自己國家入面過百萬嘅公民監生餓死。就算去到今日新版嘅教科書承認咗英國有份抽走糧食都好，佢哋都只會係將呢一場死咗百幾萬人嘅人禍輕輕包裝成一場自由市場嘅政策失誤。第二個例子咧就係發生喺南非嘅布爾戰爭 （Boer War）。件事咧就係發生喺1899至到1902年嘅。如果打開英國傳統嘅歷史教科書咧，通常只係會輕輕帶過，話大英帝國經歷咗一場苦戰，最後尾打贏咗，成功將南非納入帝國版圖。但係課本入面絕對唔會同你講呢一場仗嘅起因同埋用嘅手段。當時英國之所以硬係要打南非，就係因為當地發現咗全世界最大嘅金礦同埋鑽石礦。為咗掠奪呢一啲龐大嘅財產，英軍面對住熟悉地形、擅長打游擊嘅布爾人，竟然採取咗極度冇底線嘅焦土政策，包括燒毀農作物同埋切斷平民水源，以絕後路。最得人驚嘅係咧，為咗令到游擊隊投降，
英國軍隊成為咗世界上面最早大規模建立同埋使用集中營嘅國家之一。佢哋將10幾萬無辜嘅布爾人婦女、兒童同埋無數嘅當地黑人平民強行收押入衛生環境極度惡劣、缺水缺糧嘅營地入面。喺短短幾年間，超過26000名婦孺以及數以萬計嘅黑人，因為飢餓、傷寒同埋麻疹，再加上集中營入面極之惡劣嘅環境同埋缺乏食物而死亡。最後英國的而且確係打贏咗，順利將南非嘅黃金同埋鑽石代代平安。但係呢幾萬條無辜嘅人命，呢一種冇乜人性嘅集中營手段，喺好多英國嘅歷史教科書入面咧係隻字不提嘅。黃金鑽石咧就收歸咗英國嘅國庫，但係沾滿鮮血嘅集中營就好完美咁樣埋咗入地底，當冇發生過一樣。大家可能會問啦，既然英國政府咁想隱瞞啦，教科書又唔講啦，咁呢一段黑歷史係點樣流傳到今日嘅咧？當年咧，篤爆大英帝國呢一單醜聞嘅，正正係一個英國嘅女人，叫做 Emily Hobhouse。佢親身去到南非嘅集中營，將餓到皮包骨小朋友嘅相同埋一份絕密嘅報告帶返去英國，直接交俾傳媒公開。當時英國政府高層仲鬧佢係賣國賊、英奸，但係正正係因為呢一位吹哨者，再加上歐洲各國報紙嘅瘋狂轉載，令到呢一單反人類嘅醜聞成為咗鐵證。官方嘅教科書可以選擇性失明，但係受害者係唔會忘記。南非人後嚟咧就起咗一座巨大嘅紀念碑，將幾萬個死難者嘅名刻晒上去，世代相傳。去到1991年，英國終於出咗統一嘅教學大綱啦。呢個時期教科書終於會掂到奴隸貿易，但係佢哋嘅演繹手法咧可以話係極之高超。只可以話啦，英國人玩呢啲語言藝術咧，真係世界第一。佢哋認第二係唔會有其他國家嘅人可以認到第一。教科書會教你奴隸貿易、黑奴貿易真係好慘啊！但係最重要嘅重點係英國喺1807年終於通過咗廢奴法案。教科書會用極大嘅篇幅去歌頌威爾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呢啲廢奴主義者，當然無可否認啦，佢喺國會大聲疾呼要廢奴，的確係出咗好多力嘅。但係個問題係教科書將佢變成呢一段歷史嘅近乎係唯一嘅主角，玩緊一種白人救世主嘅敘事手法。教科書去傳遞俾學生嘅一個印象、一個訊息就係黑奴咧係一班好可憐、好被動、毫無反抗能力嘅受害者。直到一位好偉大嘅英國白人政治家企出嚟，憑住佢嘅大愛，恩賜咗自由俾佢哋。但係教科書絕對唔會教嘅係呢一班黑奴從來都冇坐以待斃喺度等俾人救。喺廢奴法案通過之前，加勒比海地區，例如係牙買加，已經爆發過無數次極度慘烈嘅黑奴大起義。班黑奴用自己嘅鮮血同埋條命去反抗，搞到當時英國要派大量軍隊去鎮壓，令到維持奴隸制嘅成本變得越嚟越高昂。簡單啲嚟講，奴隸制嘅終結，除咗因為白人嘅道德覺醒之外，更大程度係因為班黑奴自己奮力反抗，加上經濟上面開始無利可圖，大英帝國先至順水推舟。但係教科書就將所有嘅光環完美咁樣帶晒落去威爾伯福斯一個英國人嘅頭上面，將剝削者包裝成為道德救世主。而且教科書咧係唔會同你好準確咁樣計個數字啦，亦都唔會咧將奴隸貿易同埋英國工業革命拉埋一齊講。真實嘅背景係點呢？喺廢除奴隸制之前200年左右啦，英國嘅船隻橫跨大西洋，將超過310萬至到340萬嘅非洲黑人當成貨物咁樣喺度販賣。
呢一班當成貨物嘅黑奴咧，究竟為英國賺咗幾多錢啊？歷史學家估計，單係奴隸貿易同埋加勒比海種植園嘅收益，喺巔峰時期係佔咗英國全國經濟收入嘅好大一部分。如果將呢200年榨取翻嚟嘅財富兌換翻今日嘅價值嘅話咧，絕對係以萬億英鎊嚟計嘅一個超級天文數字。呢啲黑奴嘅血汗，直接成為咗英國爆發工業革命嘅第一桶金。大家最熟悉嘅倫敦，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係點樣發跡嘅呢？世界保險業巨頭 Lloyds Bank， 佢哋早期咧就係靠幫奴隸船做保險起家嘅。如果奴隸船喺海上面遇到風暴咧，或者船長為咗慳水慳糧，將幾百個活生生嘅黑奴掟落海，Lloyds Bank 就會當係貨物損失咁樣作出賠償。而呢一啲資金來源就係呢一間 Lloyds Bank 保險業巨頭最原始嘅資本。又例如 Barclays 巴克萊銀行，佢哋早期嘅創辦人同埋合夥人好多都係加勒比海黑奴種植園嘅大老闆，又或者直接參與販賣奴隸。佢哋將種植園榨取翻嚟嘅暴利注資落去銀行體系，變成咗今日嘅金融帝國。但係最荒謬嘅，教科書冇寫嘅就係1833年英國徹底廢除奴隸制之後發生嘅事。當時英國政府為咗安撫嗰一班奴隸主，決定動用國庫向全國嘅奴隸主發放咗高達2000萬英鎊嘅巨額賠償金。大家要知道啦，當時嘅2000萬鎊係相等於政府一年嘅總收入大概一半左右咯。如果計翻通脹嘅話咧，大約係今日170至到200億英鎊，即係成2000億港紙。呢一筆天文數字嘅巨款，全部賠晒俾嗰啲失去咗財產嘅白人奴隸主。而嗰幾百萬重獲自由一無所有嘅黑奴，係一毫子賠償都冇落過袋。更加諷刺嘅係咩呢？為咗借呢一筆2000萬鎊嘅賠償金，英國政府發行咗大量國債。你估下英國嘅納稅人去到邊一年先至真正還清呢一筆為奴隸主埋單嘅債務呢？答案係2015年。大家可以諗下呢件事係有幾咁地獄，有幾咁荒謬。即係話，即使喺2015年之前交緊稅嘅英國，都有一部分嘅錢係用嚟幫180幾年前嘅奴隸主找數。而呢一班納稅人入面咧，係包含咗無數嘅英國黑人公民。換句話說，呢一班黑人嘅祖先當年被當成奴隸咁樣剝削、殘酷咁奴役，而幾代之後嘅子孫竟然要將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交俾英國政府嘅稅金，用嚟幫當年販賣佢哋祖先嘅奴隸主還債。受害者嘅後代竟然要一直夾錢賠俾加害者。呢個世界上面仲有冇嘢係荒謬得過呢一件事啊？呢啲用鮮血換翻嚟嘅龐大資金，呢個極度反智嘅賠償方案，教科書係從來都唔會將販賣奴隸同英國嘅經濟繁榮掛鈎。佢哋只係會教你英國人廢除奴隸制，好偉大啊！除咗奴隸貿易被轉移視線之外咧，喺呢一個階段，英國嘅教科書對待其他殖民地亦係用同一招。我哋講下印度啦，大英帝國最自豪嘅皇冠上面嘅明珠，教科書通常都會大寫特寫，話英國人係點樣幫印度起鐵路、建立現代化官僚系統同埋法治，講到好似帶領印度走向現代化咁。呢個無疑係事實啦，但係唔係唯一嘅事實呢？喺1919年發生嘅阿姆利則慘案，教科書咧就只係會輕輕帶過，甚至隻字不提。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出錢又出人，派咗過百萬嘅士兵幫英國打仗，死傷慘重。印度人原本希望咧戰後可以換取更多自治嘅空間，更多自治權。
點知英國政府過橋抽板，一打完仗咧就喺1919年推行極端高壓嘅羅拉特法案 （Rowlatt Act）。呢一條法案咧係話英國警察可以唔使經過任何審訊，就可以隨便拘捕同埋無限期監禁任何懷疑反政府嘅印度人。呢一種過橋抽板嘅做法激嬲咗成個印度。同年4月13日，喺阿姆利則市一個叫做澤連阿拉縣嘅地方，大批手無寸鐵嘅印度平民，包括好多一家大細，喺度進行和平集會，順便慶祝傳統節日。大家要留意呢一個花園，四周圍咧都係俾高牆圍住嘅，只係得一個極之狹窄嘅出口嘅啫。當時嘅英軍指揮官大義將軍 General Dyer帶住軍隊去到現場，佢完全冇發出過任何警告，叫人群疏散，而係直接下令士兵封死咗唯一嘅大閘出口，然後向住密集嘅平民進行無差別嘅武力鎮壓開槍。士兵足足連續射咗10分鐘，total射咗1650發子彈，喺射到啲子彈差唔多用晒嘅時候，先至肯停手。好多人為咗避開子彈啦，引發咗嚴重嘅人踩人慘劇，甚至有超過100人逼住跳落花園中間嗰口井入面。官方數字話死咗300幾人，但印度方面嘅統計死亡人數啦過千、幾千人重傷。最諷刺係之後發生嘅事。呢一個下令武力掃射平民嘅大義將軍，當佢事後返到英國嘅時候，你估下英國社會點樣看待呢一個人？佢竟然俾部分嘅英國傳媒同埋保守派嘅政客當成拯救印度嘅民族英雄。當時嘅晨報 Morning Post 甚至為佢發起眾籌。英國民眾咧瘋狂湧去捐款，為呢一位軍官籌咗足足26000英鎊，相當於今日100幾200萬鎊，當係英雄獎金咁樣送俾佢。一個造成幾千名無辜平民傷亡嘅軍官，竟然成為咗大英帝國嘅英雄。呢一種極端嘅殖民暴力，同埋視殖民地人命如草芥嘅統治心態，教科書會唔會詳細講俾下一代聽呢？答案係好少，因為一旦將呢一單慘案前因後果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話，就會徹底篤破咗英國帶嚟文明同埋法治呢一個笑話。有人可能會話啦，喂 Philip， 以前資訊唔流通啫，而家21世紀咯。好，咁我哋去睇下第3個階段，亦即係2014年教育改革之後去到今日嘅情況。依家嘅歷史書咧，流行一種功過相抵嘅歷史觀。大英帝國變咗一條考試嘅辯論題，題目會問大英帝國對殖民地嘅影響係利多於弊咧，定係弊多於利啦？聽落去咧就好客觀、好持平嘅。但係呢一種所謂客觀嘅包裝底下咧，有好多歷史，好似我啱啱上面講嘅，都會被嚴重淡化，甚至被合理化。如果有讀過歷史嘅人咧，都應該知道呢一啲咁嘅辯論題咧，通常咧都唔會去到好極端嘅個結論。教科書通常會將二戰之後嘅大英帝國嘅解體描繪成為一個好優雅嘅和平交接過程，好似英國好大方咁將民主同埋獨立還翻俾人哋。而接下落嚟我要講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關於肯亞嘅毛毛起義，係發生喺1952至到1960年。Mau Mau Uprising。點解肯亞人要起義呢？因為當年英國殖民者去到肯亞，直接霸晒當地咧氣候最好、最肥沃嘅土地，原本世代住喺嗰度嘅原居民幾乎由人。一係咧就被趕去一啲好貧瘠嘅保留區，一係就被逼留喺度同啲白人打工。
做廉價勞工，資源被榨乾，肯亞人忍無可忍，於是發生咗武裝起義，要求奪回土地同埋爭取獨立。面對原居民嘅反抗啦，當時英國政府並唔係選擇和平談判，佢哋直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採取咗極度殘酷嘅鎮壓手段。為咗切斷起義軍嘅支援，英軍建立咗一個龐大嘅拘留營系統，當時嘅代號叫做 The Pipeline。佢哋幾乎將成個基庫尤族足超過100萬個無辜嘅平民強行驅趕入去，用鐵絲網同埋壕溝圍住嘅一個封閉村落。其實變相咧就係一個封閉式嘅拘留營。喺呢啲拘留營入面咧，英國殖民官員對被捕者進行咗令人髮指嘅酷刑。後世解密嘅官方檔案證實，英軍為咗逼供，對反抗者大量使用毒打、火燒，甚至進行非人道嘅極端凌辱同埋肢體摧殘。無數嘅人喺拘留營入面被活生生折磨致死，又或者因為惡劣嘅環境而病死。呢一場鎮壓打咗足8年，肯亞人死傷無數。最後肯亞的確係獨立咗，但係呢一種建立喺百萬平民血與淚同埋酷刑之上嘅撤退，教科書有冇寫到出嚟呢？好少。喺官方嘅功過相抵歷史觀入面，呢8年嘅殘酷鎮壓，只不過係大英帝國優雅退場劇本入面一段可以被輕輕帶過嘅小插曲啫。大家聽到呢度啦，可能又會諗咯，大英帝國做咗咁多衰嘢，點解冇歷史檔案留低？點解教科書可以寫得咁乾淨嘅呢？答案咧就係以下嘅第2點，亦都係成個大英帝國喺殖民地撤退史入面最得人驚、最黑暗嘅機密——遺產行動 Operation Legacy。當英國喺2戰之後咧，意識到自己已經留唔住啲殖民地，需要將權力交出嚟嘅時候，倫敦嘅殖民地部向全球37個即將獨立嘅殖民地下達咗一道死命令：喺撤退之前，必須要系統性咁銷毀，又或者靜靜雞運走所有會令到英國政府尷尬嘅敏感官方檔案。當時英國政府俾出嚟嘅邊啲檔案要銷毀嘅標準，寫得非常之簡單同埋直接。只要份文件符合以下條件，就必須要徹底清理罪證。第一，會令到女王陛下政府感到尷尬嘅文件；第二，顯示出英國官員有種族歧視又或者宗教偏見嘅證據；第三，牽涉到酷刑逼供同埋情報來源嘅機密。為咗確保呢一啲黑歷史永遠都見唔到光，英國官員無所不用其極。如果呢啲文件檔案喺焚化爐度燒唔切，佢哋會將成千上萬份機密文件裝入去木箱，然後塞滿晒石頭，再用軍艦運出公海，直接掉入去海底。最荒謬嘅係，連執行呢一個銷毀證據嘅過程都充滿住歧視。倫敦下達咗嚴格嘅指引，所有牽涉遺產行動 Operation Legacy 嘅文件，只能夠由歐洲血統嘅英國公務員去處理。當地嘅原居民連望一眼嘅資格都冇。咁大家可能又會問咯，喂，你講到已經銷毀晒咯，最高機密，咁點解今日我哋又會知啊？因為紙係永遠包唔住火嘅。直到2011年，即係10幾年前啫，當年喺肯亞受到非人道對待嘅幾位老兵，將英國政府告上倫敦高等法院。喺英國嘅強大壓力底下，英國外交部先至被迫承認，原來佢哋將8800幾份由各個殖民地偷運返英國嘅極度機密檔案，一直都偷偷地鎖喺白金漢郡一個叫做 Hounslow Park 嘅高度設防設施入面，收埋咗足半個世紀。呢單醜聞震驚咗全世界嘅歷史學界。
當教科書同埋官方敘事不斷教導下一代大英帝國係點樣優雅咁樣喺殖民地度退場、和平交接嘅時候，事實嘅真相係呢一種所謂嘅和平撤退，根本就係建立喺大規模焚毀證據、將犯罪記錄沉入海底嘅基礎面上面。教科書入面嘅大英帝國之所以咁乾淨，唔係因為佢哋冇做過，而係因為佢哋將自己嘅罪證好完美咁樣毀屍滅跡。大家係咪估唔到，原來呢啲歷史嘅平反只不過係10幾年前嘅事？睇完呢3個階段嘅教科書變革啦，大家而家明唔明點解好多土生土長，甚至讀到大學畢業嘅英國人，對自己國家嘅黑歷史會一無所知呢？呢件事再一次印證咗，歷史就算去到一個曾經係文明巔峰嘅帝國手上面，都只不過係會淪為當權者嘅政治工具。因為由細到大，佢哋唔係唔讀歷史，而係讀緊一本被精心修飾過嘅官方劇本。好啦，聽到呢度咧，大家可能又會問兩個問題。第一，既然遺產行動 Operation Legacy 燒咗咁多機密嘅檔案，咁大英帝國嘅黑歷史唔係應該死無對證嘅啦咩？如果真係死無對證，點解 Philip 你今日又可以喺度講咁多黑歷史出嚟嘅咧？喂，你係咪喺度老吹㗎？如果咧你去倫敦 Kew Gardens 隔離嗰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或者去睇下英國大學歷史系教授寫嘅書，你會發現咧英國嘅學術界一早已經將大英帝國嘅底牌攤晒出嚟。喺大學嘅象牙塔入面啦，歷史學家係毫不留情咁樣去鞭撻英國嘅殖民史。我舉一個反差最大嘅例子啦，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喺英國中學嘅課室入面啦，教科書會教佢係一個完美無瑕嘅二戰救國英雄，但係去到大學歷史系，學者會研究佢極具爭議嘅另外一面，例如1943年發生喺印度嘅孟加拉大饑荒。當時印度發生嚴重嘅糧荒，但係學者翻查政府檔案發現，丘吉爾嘅戰時內閣為咗保障英國本土同埋歐洲軍隊嘅戰備儲糧，唔單止拒絕運送糧食去印度救援，甚至繼續將印度嘅物資抽走，最後導致到足足300萬印度平民餓死。喺大學學術界啦，好多學者一早已經將呢一場大饑荒定性為英國政策造成嘅人為災難。喺歷史學界啦，呢一啲根本唔係咩秘密。可能有聽眾聽到呢度啦，又有仔女係讀緊 history 嘅，可能就會反駁我啦。話而家中學 GCSE 啊、AQA 啊，本書入面咧都有寫到啲販賣黑奴嘅船有幾慘啊，有寫到布爾戰爭上面講到嘅波阿窩，甚至係集中營啦，亦都有寫到印度嘅阿姆利則事件嘅。英國嘅教科書都係有進步啊，冇錯，我承認近年嘅教科書喺輿論壓力底下咧，的確係加咗呢一啲黑歷史入去。但係問題嚟啦，既然大學有教，中學教科書都有印，咁點解咁多英國土生土長嘅人，甚至而家讀緊書嘅英國後生仔，依然對呢啲歷史一無所知呢？原因咧就係出喺英國教育制度上面啦。第一，呢啲黑歷史咧，全部都係選修嘅單元 （optional modules）。大家要明白，英國嘅教學大綱歷史科係極度自由嘅。一間中學嘅歷史老師為咗追求 GCSE 嘅合格率，佢哋一定會揀啲教材最齊、自己最熟、爭議性最少嘅課題去教。於是乎咧，10間學校有9間半年年都係教亨利8世殺咗老婆嘅都鐸王朝歷史，又或者醫學嘅發展史啊，同埋二戰嘅納粹德國。至於爭議性極大嘅大英帝國殖民史，好多老師咧根本唔想掂，係印咗喺書，但係唔代表間學校會教。第二，就算間學校真係教，考評局咧都會用一種方式嚟溝淡佢。
就算上堂真係教咗阿姆利則事件，去到考試嗰陣呢，條題目往往就好似我上面講到咁樣出嘅。綜合阿姆利則慘案同埋英國喺印度嘅貢獻，你認為英國統治印度係利多於弊，定係弊多於利呢？咁個教育制度咧就用呢一種所謂嘅客觀辯論啦，將一場嚴重傷亡嘅事件同埋嗰啲鐵路、民主、社會制度、法治等等擺喺同一個天平上面稱，想攞高分嘅學生佢又會點答呢？講到尾，點解會咁呢？因為學術界同埋基礎教育咧，根本係兩個完全分裂嘅世界。大學學者有學術自由，佢哋唯一嘅責任就係發掘真相。但係中學嘅歷史教育背負住一個龐大嘅政治任務，就係要建立國家認同同埋社會共識。政府同埋政客點會想一個15歲嘅年輕人一開始就覺得自己個國家以前係一個邪惡嘅大反派呢？所以嗰啲殘酷嘅歷史真相咧，過唔到教育制度嘅政治過濾，放唔到入去必修嘅課程大綱入面。於是，一代又一代嘅英國年輕人就係喺呢一種被過濾嘅歷史教育底下長大，形成咗一個巨大嘅歷史盲區。好啦，睇完大英帝國點樣去過濾自己嘅歷史，大家個心入面咧，會唔會有少少不寒而栗嘅感覺呢？大家試諗下啦，英國我哋嘅前宗主國一直被視為現代民主自由嘅發源地，有絕對嘅新聞自由，亦都有獨立嘅學術界。但係就算係一個號稱代表住近代文明巔峰、擁有完善民主政制嘅大國，為咗國家嘅面子，為咗建立所謂嘅社會共識，佢哋官方嘅教材依然可以將一段充滿血腥、剝削同埋集中營嘅殖民史包裝成為優雅退場、功過相抵。呢件事咧令我延伸到另外一個更加深寒嘅問題。如果連一個咁民主、咁開放嘅國家都會用盡全力去操作、去洗白自己嘅黑歷史，咁大家試諗一下，其他唔係民主嘅國家，嗰啲連新聞自由同言論自由都冇嘅相對封閉嘅社會，佢哋嘅教科書又會係點樣嘅一番風景呢？喺呢度咧，我要戴翻個頭盔先。我做呢一集咧，唔係因為我好憎英國啊嚇，我係純粹想大家都認識到每一個國家對於自己嘅歷史係點樣演繹啫。而我揀英國做先嘅原因咧，係有個古仔嘅。有機會我再同大家分享。喺呢度，我必須要講一句公道説話，亦都係英國呢啲自由社會同埋極權國家最根本嘅分別。喺英國，就算官方嘅教科書點樣避重就輕，點樣大風向都好啦，最少作為一個普通人，你有絕對嘅自由去選擇信定係唔信。你可以行入圖書館借一本批判大英帝國嘅書，你可以去檔案館翻查翻一啲解密文件，你可以同朋友公開討論，甚至好似我而家咁坐喺度拍一條 YouTube 片，去拆穿官方嘅大話。佢哋點樣掩飾？而我係絕對唔會因為講呢啲歷史而被拘捕，又或者被消失。喺一個自由嘅社會，真相雖然係會被包裝，但係探索真相嘅大門，永遠都會為願意發掘嘅人打開。但係喺嗰啲極權又或者冇咁開放嘅國家，歷史係完全由官方去壟斷。佢哋唔單止用教科書進行思想灌輸，仲會用國家機器去消滅所有唔同嘅聲音。喺嗰度，你連學術界插棚嘅機會都冇，普通市民更加係冇自由去研究、去討論，甚至連提出疑問呢一個動作本身，可能已經係一項罪名。喺嗰度，歷史唔單止可以被隱瞞，更加可以被隨便刪改，甚至係憑空捏造。呢一切再一次印證咗一個事實：歷史從來都係當權者嘅政治工具。
統治者編寫嘅教科書，好多時只係用嚟建立國家認同感，甚至係用嚟主導敘事方式嘅官方劇本。如果我哋淨係讀死書，官方教我哋乜，我哋就信乜，我哋好容易就會淪為呢一個劇本入面一班冇思想嘅跟隨者。呢一個亦都係我做呢個 channel 最大嘅原因啦。我希望帶俾大家嘅唔單止係用另外一啲角度去睇歷史，而係一種批判性嘅思考。當我哋下次再打開任何一本教科書，睇任何一段官方敘述嘅事件時候，希望大家可以退後一步，諗一諗呢一段歷史係邊個寫嘅呢？背後又有啲乜嘢佢係刻意冇講嘅？佢哋咁寫嘅原因又係啲咩呢？今集講到呢度。如果中意呢一集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喺影片嘅 description 同埋置頂留言啦，我都放咗 Buy Me a Coffee 嘅 link 嘅。歡迎咁多位同路人隨緣落座，支持廣東話歷史 channel。多謝你哋聽到最後，我係半夜講歷史嘅 Philip，下集見，拜拜。